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amus 啊。今日帶大家嚟青怡花園參觀一個三房單位。其實青怡啲三房單位咧，一早我都好想介紹俾大家睇下㗎啦。因為其實呢度幾特別嘅，500零尺可以做到有3房套房啊。咁但係都好少，真係好少放盤。咁啱啱今日揾到個，第一時間帶大家嚟參觀下。青怡花園咧同翠怡花園其實兩個距離都差唔多嘅，由青衣城行過嚟大概係10分鐘左右啦，5至10分鐘左右啦，睇下你行得快唔快啦。啊，咁都會沿途陣間我都會介紹下，話俾大家聽點樣行過嚟嘅。咁準備出發，我哋而家準備出發。咁但係喺出發之前咧，提一提大家，如果大家對我嘅片有興趣啦，記得俾 like 同訂閱我 channel 啊。好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出發。青怡花園位於青衣青綠街7至19號，發展商係長實，入伙日期係1986年11月開始。物業一共有7座，提供1520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343尺去到543尺。小學校網係66，中學校網係葵青區。由青衣城行過去青怡花園咧，其實有好多條路揀嘅。咁其中一條路咧就係經過呢個青衣公園。咁呢度行過嚟咧有啲樹蔭遮下，好似今日咁嘅天氣咧，行過嚟就舒服啲。不過呢個如果行青衣公園過嚟咧，夜晚11點半，青衣公園就會閂門嘅啦。好啦，行埋呢一段路咧，話咁快，我哋就過到嚟青怡花園啦。由青衣機鐵站行過嚟啦，呢度大概5分零鐘左右啦。咁其實如果打風落雨咧，我哋仲有第二條路行翻過去青衣城嘅，係可以完全有瓦遮頭，唔需要揼雨嘅，就沿住商場天橋咁樣行翻過去咯。好，咁上到嚟單位樓層，我哋先望一望個大堂先啦。大堂佢呢度啲燈都算多嘅，咁同埋用啲白色燈啊，鋪埋白色磚，咁所以睇出嚟個效果都算好光猛。跟住我哋而家入去單位望一望，單位係位於7座中層嘅 D 室，實用面積係547尺嘅。咁一入屋，先望咗個廚房先。廚房佢呢個位置都幾闊落嘅，不過裝修就舊咗少少，呢個有需要就要自己裝修返啦。L 型嘅備餐區啦，再入嚟就係客飯廳。咁青怡花園呢隻則咧，其實佢個客飯廳好四正，客廳飯廳。大概呢度個闊度係9尺左右，咁深就大概有15、16尺，即係呢個廳大概8、5尺左右啦。景觀方向佢係向翻東北嘅，會係望翻青衣公園啦，同埋向翻望到少少海景，望翻青衣城嗰邊。呢邊係飯廳，咁一樣係有個對流窗。呢個對流窗係向翻西南，咁變咗就可以做到一個南北對流嘅效果。好，跟住我哋入嚟房間區，先望望個洗手間先。
洗手間係做咗一個企缸，有假天花。好，呢個係第一間睡房。睡房佢又唔算話特別好大，始終都係得500零尺。咁做咗一個，其實500零尺呢度係3房套房嘅間隔嚟嘅，原身係原積。咁呢度都可以做到一張4尺床。呢間房側邊仲有個位可以擺下衣櫃。景觀同個廳一樣㗎啦。呢度係另外一間睡房，兩間差唔多大，呢間會大少少。同樣啦，都係望返青衣城，望到青衣公園嗰邊嘅景觀。好，最後我哋嚟到主人房望一望啦。其實我幾中意青怡花園呢隻間隔，500零尺可以做到一個3房，有8、5、6尺廳，跟住仲可以有埋套房。不過咧呢個單位咧，業主佢就將套房嗱原本洗手間個位置改咗做一個士多房。咁但係還好佢又冇拆牆啊嗰啲，咁所以呢個位咧，如果你話真係有需要，我要還原翻做一個套廁咧，其實都唔難嘅，起碼冇插到牆。咁呢邊係一個擺衣櫃嘅位啦，床就可以做喺呢度。主人房嚟講，佢個窗就會叫好似略細咗啲，不過就幸好有個 L 型嘅角窗，咁啊可以做到個通風效果。不過呢邊景觀咧就冇個廳同埋另外嗰啲細房咁開揚，會望翻對面樓，向翻6座嗰邊。好，咁單位咧我哋介紹到嚟呢度。好嗱，單位咧參觀完啦。今次嗰個單位大家覺得點咧？青怡花園其實呢邊咧3房單位都好似冇同大家去拍過，因為唔多放盤嘅。咁其實相對啦，青怡同翠怡花園相比啦，2房單位我自己會覺得我中意翠怡花園嗰邊多啲，因為佢嗰啲2房嘅間隔係幾好用嘅。青怡呢邊啲2房單位咧係眼鏡房多。咁但係調翻轉啦，嚟到3房單位啦，我就會比較中意青怡呢邊啲3房單位，因為翠怡嘅3房單位咧係冇套房嘅。呢邊大家翠怡係500尺度啦，呢度係547尺，咁但係呢度咧做到3房，再加多個套房。咁不過呢個業主佢就將個套房改咗做士多房啦。咁但係其實要還原都唔係難嘅，因為佢冇好大幅改到個間隔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可以喺資訊欄裏邊個 WhatsApp 連結聯絡我。咁呢集介紹到嚟呢度啦，拜拜。